首先唔好咁快讓呢啲咁嘅諗法嚟到去阻礙咗我哋自己，而不妨我哋用一個 as if 嘅心態，即係話玩下啫，扮下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，發揮人生。喺早幾個禮拜呢，我有一集就講到以假亂真。咁我有個做 sales 嘅朋友就問我，佢話：喂，我哋做 sales 呢，成日都要扮笑，咁去對住啲客人，但係一笑到梗晒呢，根本都感受唔到嗰份真係開心，仲笑到好攰添，似乎以假亂真唔係好 work 喎咁樣。我聽完佢咁講之後咧，我就諗個原因喺邊一度咧？我發覺最重要就係當佢去假扮笑嘅時候咧，佢係完全用個腦嚟到去驅導佢做呢個行為，佢只係假扮咗外在嘅嗰個行動，而冇內心嗰個情緒嚟到支撐，所以調動唔起佢裏邊嗰份開心同埋佢做嘢嗰份嘅動力。我哋話利用呢種咁嘅外在行動嚟到去調整我哋嗰個內在情緒咧，與其我哋話以假亂真，倒不如我話係以假修真，用呢個行動嚟到帶動嘅內在有嗰個真正嗰個情緒。嗰個分別在於咩咧？個分別就係我呢個朋友佢只係用頭腦上高話俾自己聽啊，我要笑，於是佢夾硬喺表面上高裝出嗰個笑容。如果你有深入研究嘅話，你就會知道咧，我哋真笑同埋假笑所使用嘅面部肌肉係唔同嘅。所以如果你真笑嘅話，你真係裏邊有嗰種感受嘅話咧，你唔會咁容易覺得攰。反之，而你只係用一個表面嘅行動，而冇內在嗰種嘅開心嘅情緒支撐嗰個笑容咧，你個面部肌肉有陣時會僵硬會梗，所以會覺得攰嘅。其實呢一方面咧，我哋需要一啲嘅想像力幫助我哋建構內在嗰個情緒。就好似 NLP 其中一位嘅創始人 Richard Bandler， 佢就講過一個咁嘅故事。佢向一個跟佢學 NLP 嘅學員咧分享，呢個學員都係做銷售，而佢呢個學員咧，因為即係成日都要見客，覺得好攰，冇乜動力啊。咁你要知道啦，做銷售嘅梗係想賺錢啦。咁 Richard Bandler 就教呢個學員就話：嗱，你見到一個客戶嘅時候咧，你唔好咁快逼自己扮一個笑容先。咁佢就叫呢個學員咧就話：嗱，你想像一下，你如果有個客喺你面前，而佢頭頂咧有好多個美金喺度慢慢飄落嚟，咁你會覺得點啊？咁佢呢個學員就話：哇，佢好想撲埋去，好想真係快啲去接觸呢個客戶。透過咁嘅想像之後，佢唔單止有動力去接觸呢客，而且內心仲有一份好強烈嘅動力，想去快啲去做到一單生意。所以吸引力法則裏邊都提到咧，其實嗰個感覺係最重要嘅一環。所以講到以假修真呢樣嘢咧，如果你真係憑空想像有困難嘅話，我哋不妨揾一個我哋中意嘅對象，嗰個可以係你認識嘅人，又或者一啲電影或者係劇集裏面嘅角色你好中意，你想自己成為咁樣人嘅對象。就好似我之前介紹過嘅一本書，叫做《不是你做不到，而是你想太多》呢本書，裏邊都提到點樣去運用我哋嘅潛意識，其中一樣嘢就係模仿一啲你想自己好似佢咁嘅對象。而你模仿嘅對象，如果你真係識得呢個人嘅時候咧，就更加理想，因為你唔單止可以去模仿佢外在嘅動作啊、表情啊，佢嘅衣着係點樣，佢嘅舉手投足係點樣，甚至佢講説話嗰個節奏同埋用詞，你都一一去模仿落嚟。甚至係你識得佢嘅時候，你可以訪問一下佢，佢喺呢啲咁嘅狀態底下，佢心裏邊諗緊嘅係啲乜嘢，以至你能夠裏裏外外咁去模仿呢個人。咁有啲朋友可能話：佢就得啫，我唔係佢咁啊嘛。首先唔好咁快讓呢啲咁嘅諗法嚟到去阻礙咗我哋自己。
而不妨我哋用一個 as if 嘅心態，即係話玩下啫，扮下啫，唔係叫你真係做佢啊嘛。而你甚至可以係設定15分鐘或者30分鐘，喺呢個時間裏邊去模仿佢嘅一切，舉手投足就扮到好似呢個人咁。15分鐘玩下模仿啊，係咪？而你會發覺，當你每日都用少少時間嚟到去模仿呢個人嘅話，慢慢我哋嘅潛意識就會接納咗啊，原來我係可以咁樣嘅，以至不自覺你慢慢就成為你心目中想要成為嗰個人。不妨揾下你身邊有冇呢啲人，你係好想好似佢咁開心嘅，每日15分鐘或者30分鐘。去俾自己每天都有呢少少嘅模仿遊戲嘅時間，睇下一個星期之後，你會覺得有啲咩唔同？記得翻嚟喺下低留言話俾我哋聽，去分享下你嘅成果係點樣。今集嘅內容就到呢一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請你下低按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同埋撳埋隔離鐘仔，我哋有新片嘅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